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玩具人兒鷹生活呢個頻道。我手上揸住嘅係達卡拿出品嘅裝甲騎兵系列入邊嘅 Scoop Dog， 有啲人譯佢做眼鏡鬥犬嘅，比例係1:48，應該係80年代嘅產物，玩過嘅人都應該唔會太多。咁究竟係點嘅呢？以前我砌過，但係荒廢咗好耐啦。我哋而家攞出嚟睇下佢究竟有啲咩內容啊。基本上佢有兩支槍啦，呢支係短嘅，呢支係長嘅。後來我睇返設定資料，其實係同一把槍，只不過唔同嘅組合嘅啫。嗱，呢個就係主體啦。基本上都好木嘴嘅啫。唔好忘記係80年代，好多基本嘅所謂活動關節都係喐得好有限嘅，同而家嘅標準相差相當之遠。你睇，都唔知有冇15度，根本就做唔到好多嘅所謂動作。當年我亦都只能夠將佢戇居居企咗喺度。最近我見到 FreeZero 出嘅 Scoop Dog 有個咁嘅動作喎，於是心思思想整佢出嚟。考慮到佢嘅活動能力相當有限，加上以前我直接黐住咗某啲嘅關節，所以今次要做一定要進行或多或少嘅改造啦。咁要點樣做呢？首要嘅任務當然係喐下佢，測試下佢嘅活動能力仲有返幾多，又或者喪失咗幾多。評估完之後就可以開始拆嘢啦。好，我哋拆個背包。喂，嗰啲鈎一拆出嚟就瀨嘢咯。唉，幾廿年嘅塑膠係咁噶啦，冇辦法啦。好彩都冇失件，唯有就執佢先啦。我就採用田工嘅 Extra Thin 幫個鈎黐翻好佢，黐完之後都 OK 啊，冇乜問題啊，係咪？不過最好就唔好成日搞埋啲咁嘢啦，因為都真係幾嘥時間啦。好，繼續拆嘢。側裙嘅盔甲板啦，手臂呢度呢，唔係活動關節嚟嘅，要切。係啦，已經切咗啦。我哋再反覆睇下有咩地方可以繼續拆啊。暫時唔知啦。睇下隻腳，啲活動能力實在太差，腳眼嘅地方甚至無係啤死嘅，於是乎要切咗佢。由於佢個位置比較麻煩，於是我又採用熱刀嘅方法去切啦。咩係熱刀嘅方法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燒熱把戒指刀，趁住佢個刀片仲熱嘅時候，就攞嚟切你需要切嘅地方。順帶一提，我喺英國係買唔到呢一啲尖形嘅戒指刀片嘅。如果大家仲未出發，可以買定啲。如果唔係，你想喺英國買都幾難。係啦，切咗一輪之後，就可以咁樣分開佢啦。除咗腳眼位之外，我亦都將大腿同小腿分割咗㗎啦，就係咁樣。入邊空空如也，之後就要幫佢做翻啲 detail 喺入邊。小腿都係咁上下啦。順帶一提，
我喺個活動關節上面插咗膠枝，以增加關節嘅扭力。如果唔係，一喐可能就斷㗎啦。大腿又點呢？我就將佢原先孭喺度嗰啲關節位全部清走晒，重新處理過。嗱，呢個就係我預備好用嚟做小腿同大腿之間關節嘅嗰個部件啦。嗱，就係咁樣黐咗落去，就可以重置翻個關節啦。嗱，頭先講咗大腿、小腿啦。嗱，呢個就係腳掌嘅位置。我用田工嘅白色膠片保圍咗一啲細節。係啦，右邊都係一樣。背包又點呢？嗱，我哋拆開一個好似生活物資咁嘅裝備啊。其實佢根本就冇做任何雕刻，以前只不過揾筆畫翻個造型落去嘅啫。而家我就用刀挑翻嗰個卷軸嘅樣出嚟啦，立體啲啊嘛。跟住就要處理隻手咯。由於隻手嘅位置實在太過鈍，我唔知係咪忠於原著啦。總之就冇咩時代感，於是乎我就直接放棄個上手臂。不過放棄都唔係話放就放㗎，都要首先將前手臂切開，等佢可以褪翻個上手臂出嚟。係啦，切開咗啦。咁就可以將上手臂全部攞走啦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對嘅上手臂，唔要咯。取而代之嘅係用膠片做嘅關節位啦，增強關節位用嘅位置啦，同埋上手臂本身，全部都係用田工嘅白色膠片做出嚟嘅啫。嗱，一樣保留住活動能力噶。mark埋部件個名添 ，L。係啦，嗱，我哋試下咧，擺翻落去睇下佢嘅感覺。明顯時代感重咗好多啦。由於右邊身嘅裝甲板係遺失咗嘅，所以我就用膠片一層一層咁搭起佢，重做翻佢出嚟。啲釘係用膠條加熱拉膠做出嚟嘅。完成咗之後，大體嘅造型就係咁啦。單腳踏高，手指指舉住槍，同 FreeZero 嗰個有啲出入嘅。不過呢個係我期望嘅造型，都冇咩好討論嘅。當然最終完成之後，可能個造型有啲咁多差異添，畢竟連地台都未做啊嘛。今次就介紹到咁多，未完㗎。喺上色之前，我都趁呢個模型嘅例子講解下80年代上色嘅一種方案。記得呢種方案係來自精密模型嘅介紹嘅。點做嘅呢？就係先用銀色打咗底，然後再喺上面着色，之後就磨損上面嗰啲顏色，等下低嘅銀色透翻出嚟，造成舊化嘅效果。嗱，有好多地方你都見到有呢啲嘅痕跡嘅。如果唔係一啲咁嘅舊模型，我根本冇辦法話俾你大家聽
80年代啲人係咁樣賞識法嘅。至於係好係壞，就當然見仁見智啦。今天我都唔用呢種方法啦。嗱，我冇話佢唔好啊吓。如果大家覺得佢好，你可以試下玩嘅。只不過我唔再採用咁解嘅啫。今次就介紹到咁多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片，就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俾個 comment 我喎。下次見。